好萬象，我係林濤。前段時間，政府突然間宣布新福利同埋澳巴兩間巴士公司嘅加價申請解凍，而且仲可以享有8個月嘅追溯期。嗱，雖然唔少市民都認為，現時嘅巴士服務水平仲未掂喎，但政府今次似乎係落定咗決心。舊年3間巴士公司齊申請加價，搞到滿城風雨。政府喺各方壓力之下，唯有緊急剎車。但係時隔唔夠半年，政府突然間宣布新福利同埋澳巴兩間巴士公司嘅加價申請通過解凍，甚至仲可以享有8個月嘅追溯期。雖然唔少市民認為現時嘅巴士服務水平仍然不盡人意，咁但係政府今次似乎係落咗決心。整體嘅改善嘅過程入邊呢，係喺2012年嘅7月份到11月，至到11月下旬到上旬之間呢，都基本上完成咗佢哋承諾嘅改善工作，而我哋呢亦都係完成咗相應嘅一啲民意嘅調查、滿意度嘅調查。交通局一直強調調升服務費係尊重合約精神，如果唔作現時嘅安排，或將喺遇到嘅司法訴訟裏邊被判敗訴。外界就擔心現時嘅合約存在漏洞，政府仲未出招已經先認輸，喺未來嘅合約期裏邊，公帑會隨意被巴士公司任意索取。交通局局長汪雲就坦言，政府將會作出檢討。而家我哋都會繼續進行一個深入嘅法律分析，我哋覺得應該承擔嘅承擔，應該負責嘅去負責，但係我哋都會積極面對，去保障市民方面對於公共巴士服務方面嘅一個訴求。至於喺日後嘅一個價格調整嘅方面啦，我哋會盡量用一個公開嘅一個方式。汪雲表示，政府會審視巴士公司完成承諾嘅改善工作同民意調查結果，而民眾嘅滿意度亦將會作為調整服務費嘅起動點。澳亞衛視龔興賢、張亮，澳門報道。水上街市即